北区区公所伫咧24号上午结合在地庙宇开基玉皇宫，佮有台南市北区里长联谊会，佮有警察局特务分局共同来举办寒天送温暖的活动。最近因为天气较冷，道基中辈因的人身安全问题必须更需要受到重视，所以这摆区公所结合在地各方的力量，则会透过里长来捐送民生物资，佮有围巾来予北区名册中的670位绿色道基长辈。咱来到咱开基玉皇宫遮，这边上啊主要就是咱开玉皇宫，来赞助咱寒冬送暖的这个活动吼，拢总送咱670条的咱的围巾，上啊主要就是要互咱里长吼，伫咱过年进前这段时间去奉祀咱一寡较弱势的长辈吼，会使有一寡伴手礼，互咱的长辈吼，会使感受到咱社会温暖。那开基玉皇宫呢，这几年来。其实对咱北区也好，对咱台南市也好吼，拢非常用心做真侪公益，嘛把咱的善男信女的这个爱心吼，发挥得非常的好。快的红包，还有我们的一些物资、卫生纸、日用品哈。然后也谢谢我们的所有的里长，在这个疫情当中也要拜托因为现在疫情还是有一点烧起来了所以也谢谢我们这些里长在不管疫苗纾困。还有去年都会拍拼，这几个月的时间真的非常的辛苦。北区区长李煌兴表示，针对绿色关怀，除了有公部门的力量，更需要来自民间团体共同努力合作。真欢喜，这摆会当甲玉皇宫，佮有北区里长联谊会共同来关心区内的绿色长辈，同时嘛呼吁民众、各界企业、民间团体会当做伙来投入去公益活动。共同把咱的温暖佮有爱心传出去。关怀咱这个独居老人，也是讲咱的绿色以外咱的防疫嘛，一定要做好因为即摆疫情非常严重尤其即摆高雄即摆有个组织拢到咱台南所以真正毋是讲所有活动拢爱停止办理啦，目前无到一个程度啦即摆目前还是2级。只要咱伫个庙宇办活动，还是讲咱公部门办活动，咱的防疫措施做好拢会使来办这个活动所以。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